做调查，过到上60岁嘅泰哥太子，就算退休嘅，还是想要学新嘅东西，过有自我突破嘅热情。发扬同学会特色设计3种挑战，共下讨论选出1个项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准备了，推能共下展开一场去派对追梦里场。今年65岁，嘟嘟步入老年嘅生活。退休前每天当一时用于上班、下班、回家就是机械的生活。所以讲，你要退休呢我爱买个东西，就是把自己快活、乐活。退休之后呢，自己嘅时间好好控制。做下多，有想起身后生嘅时间，喺教书嘅时候冇做过嘅事情，也會想去 test 咁咯，去尝试这样。比如講，我喺退休人員辦中間呢，我也舉辦過200個中型嘅展覽。本來我係做銀行上班啦，在10年前退役以後，又還開始那個不用講阿姨是翻有時間，載老婆騎摩托車環島1圈是個戰鬥機，一出去我細時嘅做夢的一個想法。星座关系，我来请上妹泰哥，看讲伊人呢，万岁系顺学办的哦。毕业被太爷泰加入泰国自己2位旅游发展，看讲韩国有才情，有人会画图啊、写水笔诗啊，还有人会做饼哦。不过关呢，呢今日同我约个地点配通球场。仍然系乜嘅是有吃家本人呢？有了。很強。B，上課時間，我哋咧做專業嘅在通橋誒。快些啦，快些。係啊，上課時間，我都專業上課誒。快有嘢啦。係啊，叫做劉泰哥，唔係班長，係吧？做3年嘅帶頭做壞事。做壞事。唔敢做壞事。哎呀，係劉泰哥。帶關係，點樣帶關係？哦，兩沙路去關係。泰國會做壞事。係啊。我想唔泰國。唔敢做壞事。唔敢做，我同阿強樣唔敢做壞事。一三年65歲嘅泰哥，因為係關係初中嘅同班同學，相互熟識超過50年咧。今年因為3妹又好愛去通球間，就係為到愛屯做學生嘅時期冇搞到嘅教育大聽落。頭擺初中甲下路有睇通球嘅嚇。跳啦，跳嘅以來一啲最快。等你當上教。唔敢去，那個算不良傳手。哦，加下，跟13年台。加下。當年的撞球，我們遙不可及。那現在呢，玩這撞球覺得好親切，還會給我們這種落差很大，有那種甜蜜的感覺。可是甜蜜之中呢，你又會帶一點惆悵。嗰日上尾睇過睇通橋嘅感覺佢似咩喎？而能嗰種也冇夠啊，佢可能嗬，可能比較好一些嚟啊。唔過呢，我感覺對人來講都係疙瘩的是回憶哦。頭擺圖書館下呢冇乜機會好通橋嘅咩？有看到拼人係教啊，更加有閒嘅呀，有機會又係好嘅運動，嗰陣哦。吹冷氣唔是流汗哦，路大家是得傾鋼琴，又做啲運動下，我感覺係幾好嘅擺脫哦。有了，這樣我腰會閃到。好。
对，你太厚了，太厚了，球太厚了，如果眼头多，太厚唔要過油哦，哎，唔要黃色太厚，没有黄太后，像盤啊，譬如說這樣打哈，嘿我帶過一啊，你再唱下。古早頭都咩識仔啊？咩實在嘅，古早頭都講唔能做餅愛，咁能做餅干，還有乜嘅牛肉飯通，唔能講有打通橋嘅。嘿，捱嚟講係唔識招，唔度嘅嗬，都幾門麥嘅都冇啊，就是撞球場。哦，撞球場啊！我在大膽島開戰嘛，那個常常要實彈射擊，然後都根本沒有步槍射擊。我啲根本冇，大概60步槍，都70步槍，出來呢啲。咁你有通橋嘅訓練，如果準嘅哦。誒，唔係訓練啊，是好教練啊。啊，咁打拍嘅路有夠準冇？你感覺？該時間如果哈會緊張，加上有龜苓靶，還有175啊，還有飛靶，全部有大哥。做阿兵哥嘅這段時間，三位大哥經過各種嚴格的訓練，都係佢能強下粗了解下嘅行頭。講起來，做阿兵哥有樣怪無聊，同阿兵哥派強下來比通球嘅，怕就係一定聽落嘅事情。第一，永遠都是第一，就是我們的班長永遠是 NES 人生勝利組。吳老師，我只知道崇拜我，一直到現在還崇拜我。我有時候打電話問他在哪，石安老師，你現在在哪裡？他說我在崇拜你。林太哥夾嘅背景係安尼啦，佢帶技師吼，因為佢接觸嘅人較多，所以佢第一事情簽到。所以佢當崇拜係用啥？都你要咩崇拜係用啥？偶像。那年畢業未？初中。民國59年。啊，讀50年。忙出世吼。忙。哇，50年了呢。50年。啊，杭州的啊，那位置感情很用的位置，剛講喺大禮拜六約來通橋嘅。上海啦。哦。冇講大禮拜專門做壞事，那是壞事了。用賴啊，哈，你要用賴，有到外界輔助醫生嘅地方。有張理數哦，我都唔叫醫生同我講，咁等下能帶危險冇？上去嘛？係上醫啊，上醫可能是。啱啱係當橋冇撞嚟咯。哦，咁我打過我啊。OK，好，打到嚟哦，還不錯，還要打到嘞。站，好站，站。來，上茶，來捏咯，出發！哎呀，好啊，好教嘛？好教啊！做壞事都懂我教。點解冇做壞事？反正出發，反正。一下都厭人咧，同學批嗬。係啊。叫醫生。秘密基地呢？ Another day has just begun. Another day to make us who we are. 個超市、農會，關於鬧熱的地方，對，鬧熱。關西條會最鬧熱啦。在哪啊？秘密基地，右邊。如果有。會多誒嚇。會多誒。差唔多分。都有哈，分團那頭那。我係五金百貨嚇。衝咩呢？沒呢。沒，我係骨科診所嚇。哎呦，應該是神氣咯，會多咯，分團咯。會多誒。差唔多咯。誒。來，4件。哇，我係鴉片哦。誒，來搶，你別搶。也係大嫂係咪？哦，兩位內人。哦，是。我有啲問題誒，農人咧591同學費喺本店。分兩個問題哦，同學嘅問題，因為哈做嘢，我攏係供養飲食，一禮拜都本店。每禮拜本店，每兩件，這就在見面，一禮拜都該3萬嘢訂婚，3萬嘢結婚，所以冇半年。亂講雖然冇個人懂啦。所以我用講我退休前1年講，我應該開咗本店好。有太所嘅支持，也看一天天初愛去嘅本店，591嘅機會會去嘅所在，接上超多傍晚嘅人客，
佢從回到讀初中嘅嗰時，睇下上班嘅時間。那这个老照片哈，就是说，那个时候我爸爸和妈妈后生啊，那成因成爱，哦，民国50年左右，哦，那就他读幼稚園啦，那班長一共啊讀了，那民國40，班長有冇睇啲吧？唔能認得出這個啊？認得出，認唔出。那些才同學，他沒有在鏡頭裡面，那樣鏡頭，那時我們國小民國56年畢業的，那個班長，跟他2個班級的啊，這個廖仲小編哈，那這樣小編就是我們初中第13屆40週年，10年前。哦，10年前。對，幫我們帶着。沒有人要打斷他嗎？我想要吃冰。是本类的。是白班長好不好？那家笨哈，一家熬外糖水。从那，不是说林泰国的个性就是會呢個同學佢哋點樣嘅？買下開朗啊，喜歡愛開玩笑。佢同學個無奈啊，行不佢點嘅？佢講冇做醫生，幾件冇來，就這樣自動會了，會自動會了。9月30，民國59年，關西初中第13屆，初中的部分那個最尾一屆，所以呢個名還是起到簡單是5913哈。有糖豆還從我邊阿叔有頭通橋誒，你咁啊，後面阿叔，比較老啊，你咩平台？平台叫比分哈。你哦，順下邊就要講係快回啦。農威唔係做嘛？班長做嘛？你要講回啊，講回啊。係啊，係嘛？係啊嘛。知道英雄咁樣講語，公要。言語是這樣的。因為貴民高讀初中接觸到英文，英文課裡面哈，你知道懂威剛，學到英文懂傻逼剛，有一個 uncle，UNCLE，叔叔啊，uncle，啊，知道黑埋 uncle，啊，都叫他講聲埋轉換成客家話，係唔落去嘅，啊，現場就黑埋阿叔啊。係啊，係啊，電話俾來哦，係啊，打嚟有張記來好咧。係啊，不就他說一開始係唔肯同學們叫你 uncle。哎呦，農威冇料都係蠻正。你是丟臉咗啊！哎呦，農威冇料都係蠻正。你是丟臉咗啊！13屆，最後一屆，最後一屆。啊，有一道班，六班63，一班銀班。哎，我看到了劉大哥。那劉向義，啊，有看到啊？劉。這樣嘛？哎，還是東涌原住民呢？係啊！吳老師咪去演導呢？哎呀，染導哦，你日式高離亞是唔染導咯？沒，呀，他沒演導啊，還有上個時間，很多人小時候看起來都呆呆啊。嘉年泰國睇呢咯？我們看到很啱啦，很啱哦。誒，你講原來都冇強用嘅。唔好就叫做阿路，家當係後生，當然咧。剛剛你男女合班，你有談戀愛嗎？有談戀愛嗎？就唔敢。我跳哎呦，還是冇。劉大哥有。你戀愛對象是誰？那個年代有沒有哈？不懂得戀愛哦，是不是特殊咧？心臟蹦蹦蹦跳，小鹿亂撞，大家有個小鹿亂撞。師台吼，教5朋友咪係吼，計老師講做唔得。你做唔得寫情書本寫乜？期末考前一日，哈，關西體育系人做日本片當好看，按照3本56，計學校講做唔得一看，做唔得計做唔得，做唔得。睇幾隻東西冇按豐用嘅年代，按到泰國願可屯所有嘅精神，不用提供可行。出業過後，亦能33年都有冇強用嘅發展。連期向泰國提公家機關服務，班長劉松義出國留學歸來過後，睇完杭州，還做到經理。過後20歲的吳泰國喺國中做美術先生，一直搞到退休。記得嗎？吳老師啊，是田徑隊隊長。田徑隊隊長。他有夫婦危機哦。
因为功课唔係真好嘛，但是我好認同。我到3年生的時候，我去做關西中學的田徑隊隊長，台灣省的中上運動會，新竹縣的縣運也得過獎牌。就是我跑步還可以。頭擺讀初中的事情，我講有樣段真講唔得說的。乃第睇下世界，點點的來一啲重要嘅靈魂人物。老師來了。師傅來了，歡迎老師，帥老師，最帥的。我們老師是年輕最帥的，那時候，對，我們老師，師母，這師母，對。嗰種喺度都看到嘅老師啊。那一日老師，終身老師。哦，所以一直都跟老師有聯絡。對，有聯絡。你想打嘛？對啊。中央還有啥？中央很少。Hello，老師生日快樂！快樂，老師生日快樂！好，這坐着祝你生日快樂。有一種感情就按到5913，存養50年呢，還有機會同80歲的先生來做生日，就對一年的感情有一層有一好嘅啦。講到這個同全班連結起來的重要人物，就是我們的阿叔林太哥。是我個人喜歡熱鬧，所以我就很主動的。一個一個同學把一個把找回來，那種感覺就如金榜題名那種感覺。同學這個同志呢，就是從來自於不同的小學，然後到同一個初中。那在大家畢業50年之後，大家又來衝下，我因為講你係一個緣分，就大家就變成這樣，不卡人衝撞嘛，情人衝撞嘛。如果你個心下來呢，阿叔。用叫係阿叔，班長也空裝係我用叫嘅班長，初中我哋係嘅鄭老師空裝係我用叫嘅透視，讓你認識。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永恆八路。過去呢，我一件本店是得有按那個傾講的能力好吞，50年的路途好路傾講起來，多林太哥講啊，伊能睇面書行嘅非公開社團有130年，有100個會員吼，如果請伊呢，一個5913，一個社團，如果伊呢也加嘅人哦，我說我冇想過一件本店是得發揮到按太嘅效果，一群人伊能退休嘅，路途好。是得傾講起來，大家不時會見面，不時會出意料。唔但請你同欣賞路和情都轉來哦，路和是重提聯絡。我感覺一個感情是在係，個凝聚力是在外國人上嘅。沒會想講，開始睇上哦，剛才家是退休嘅，係沒會總係得按你嘅所在吼，本來嘅路途好路做得來，按你變一個基點，大家嗰種路唔會傷痕嘅。三位太哥退休過後嘅人生，應該送本人乜嘅觸擊，又做得超越自家嘅挑戰呢？林奇憲太哥過後2年又曉得做出，就來挑戰一場戶外230人嘅白費吃出傳好啦。韓國建擺亦能上人講去做阿兵國家下路精神白皮，來送一場觸擊嘅大切壇比賽俾人，再過來展現出軍人嘅英雄氣象，玫瑰等陣。最尾大家想就想唔到嘅，來本人能去學熱情嘅骨跑舞，亦能跑會開展出自家就唔敵自家有嘅能力，發現到無窮樣嘅人生。太哥，今日謝謝師母，今日按用很認識到唔難，按我哋路上講嗬，有唔難向下嚟新的挑戰。看人國標咧講老實講吼，我本身係冇乜跳舞嘅細胞，是講我是講吼，這個線國標跳落個2隻腳吼，我打結。那線把費距離我太遠，那個是林泰國的事情，沒啥事情。國標的話，我當初有點猶豫，因為我想我們年紀很大哈，將來一個閃失哈，可能會對身體會有所傷害。我們3個雖然60多歲了，還是一個榮譽感，希望做一件事情要把它做好。是我那種。我哋來投票啊！好啊，投票是4-3咩？4-3，多數決。多數決。
好嘛？师母，好，你看嘛，你来，好你看那种，第一个我先讲，把肺耶马上，买把费好啦，买一块本店嘛，买它说好。加国标呢？哎呦，我尝试一下。哎呦，某公发影相公，我尝试一下。焖烧叫的焖烧可以吗？会咬的。鸡蛋，哎呦，鸡蛋2票哦。班长，你马上做什么鸡蛋哦？可以啊。我对赢啊打赢。打进去。有恨。好来，鸡蛋来，鸡蛋来。加油一下没？来，5、9、1、3，鸡蛋，加油！哦，在站上，好，鸡蛋，好。因为 M 品种腺体哈很有黏啊哈，虽然没讲腺体冻好哈，品种很有黏啊，我是讲本来没想啊，打鸡蛋做在大样子试试看哈。你做过比你虽然打过冲诶，但是你讲实际上呢对你的打可能冇个感觉。我说鸡蛋好 ，OK 啊，我非常高兴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年前到我以前服兵役当兵啊，那当兵啊时间就啊，我是步兵班班长，所以我对这个基本教练、实战射击，我全部都现在我都还 OK， 我体力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我常常每天健走12000步以上。打一场切谈战，唔但抢爱体力同对准图，还要用头脑，我用咩去又要改流力嘅来上开听人杀出来嘅姿态。最美嘅素养，爱看腔对嘅对人眼神上有一道嘅弹切一手嘅对路一高分哦。决定好挑战項目，接下來就要來準備比賽前嘅訓練了。不過喺訓練前，我來先了解一下這道泰國人嘅體力用呢。師母燕，以前就會來。跟他的岳飛啊，岳飛，唔過少咯，岳飛哦。高中，唔過過少嘅時間能都會來。過少了研究，帶電動聽，嗰度就接梯哦，行聽哦。而今日人哋演武冇咁樣哦，人哋會來做地位訓練嘅哦。訓練說話唔通啊，我哋說爬山。人哋有田徑隊隊長啊，係冇？部分的會師。頭前路推牌都可以是哎呦唔低一種啊，示範一下。是啊是啊。你練田徑嘅人嚟講，所以練嘅腳啲，腳啲咧就重點嘅咧腳嚟過嘅。來過，所以這位是的腳不能來過，好，這樣可以拉筋。那我稍微示範一下哈，那示範的動作就是這樣，這個腳要往上，要往上抬，要往上，就這樣，真的是隊長呢。對，要往上，然後手要擺動，這樣子它就會，這個腳會手往上抬。對，就練抬腿的動作。好，這個也是起跑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。朗奇吳老師提案讀了哈。哎好。啊，中醫，那個 Lady First 的，我要開始了。哇，俺比較一重嘞，一種燈啊，唔該。胸團練練，要往上係咪？往上看看，自己來。嚟嚟。你們在幹什麼？你們加油！加油！10、9、8、加油！哦，幾秒？有1.6公里長嘅獅母山鋪頭，漸漸有500噸嘅石墩呢，食材是喺訓練體力一等等真嘅好素材。利用一個100噸嘅訓練，我來潛在一道泰國做阿兵哥時期嘅體力同爆發力。哇，這就是我們以前的目的地嘛，演出的地方嘛。對，這是我們集合的地方嘛。那集合坐下還記得嗎？大家變成就打開來，還共享午餐，還記得嗎？韓西路有壓力地方誒。你還有看到嗎？李亞還有。不是東腰啊。有正批啊，古早的，還有正批啊。有啊，古早的便當。用碰子然後游戲的，就是撞在他的手，要深呼吸啊，吸氣，吐，好，自己這樣慢慢做，好，吸。
运动过後，我哋大家向下來享受林太所準備嘅客家嘅老絲米，也咪係一年讀初中嘅時節去研究帶起食煮嘅飯包。是講唔單止按你聽聽哦，有食多有教啊！大概就是哦，你穿出來，誰家成滾落去啊？你没用棍，但是用彈來，用打。俺廟台用碟做了嘛？做的啊，來馬上來畫一條線。那條線才是嘿。哎呀哎！錯呢？按你油美，按你油美。來，過這這樣。來，你看，面對他，來面對他，你站這邊，你在這邊，我在這邊，小心。哇，偶像，喊槍！幫你，冇咧，好，眼睛睇幫你。我哋咧係看都唔到。冇咧。哎呦！幫你。哎呦！冇錯。安全咯。你就唔好跳嚟咋？唔會跳，人家輸喺不如啊！哦，過來幫啊！啊，發展第一。好，第三。好，班長，換你哦。班長，你要拿這個。哦，我拿這個。你還是第一名的。壓隻孔啊！好了，哎呦，哦，按山路很難要冇簡單了呀。哎呦，一個。講係講新人嘅教嘅東西，一條太過多些係多些，還教到有來有去，未必係專家多嘅。而能行講係愛加對準圖，跟另外一項遊戲乃好啲係。維持量標。他簡單出來去了。對。你東西要出去哦，維持標，迄目標唔會彈到自家。唔知彈自家可能。你方式嗰種歌會彈到自家。我基本係彈開分我哋。今日林太過嚟，個人啊。我即係彈彈講要佢彈講啦，冇騙人，冇騙人。即刻飲。一彈出來哈，人攞筆，日寫緊攞筆，全部係傳到嘅。你傳到全部係街。唔過彈家版，唔看你是傻逼嘅。你要按傻逼嘅都。我姿勢100。目標都是搞好嘢咯。係咯。搞一倍。嗱，唔使難，幫下。我哋要教我，要教我。跳咯！冇眼。都係達到喐面啦。哎呀，你太有錢咧！喐掉。原來呐，吃的兩種沒有準的訓練，一啲呀都係顏色嘅，啊一啲都係一個素呢。因為細隻嘅好感覺，都係有難度。唔過呢，我講我除了按那個青苔，因為我哋還可以睇按那素呢同顏色嘅都係固定的嘛。我講我唔係過完整，因為我練我哋嘅準頭，我講我含香味的都係個白係愛兒童嘅，嗰種藝術嘅，我哋還愛混入其他個一啲冇經過嘅訓練，想要帶人去設備吧。啲白係會比嘅又會同嘅，可能按你嘅訓練會對人。最裡面一個大氣彈嘅一個三重會高有天數。有冇打蔥嘅當嗰個地方嘅？葱啊！蟲子打蟲咯，我唔叫打你蟲，叫佢打飛靶嘅，唔係點樣打哦？打飛靶。教練哦，好，你好，請坐。好，歡迎各位來到我們的四方林靶場。這把是散彈槍，好，我們是用真槍實彈的在做射擊，所以這把槍在10公尺之內打中人體的重要部位會造成很嚴重的傷害。所以在靶場，記住你的槍口只能朝向你的目標區跟上方2個方向而已，朝左朝右對人都是禁止的哦。謝謝。我們來做一下射擊的姿勢哈，我們就左腳在前，右腳在後 ，OK， 然後身體的面盡量
朝向你的正前方，不要斜斜的，对。教练，然后你的肩窝在这个位置，对，肩窝有没有？这样子你的头不会斜斜的，对不对？你的顺势才是直，很好。然后拇指，教练想问一下，按左肩吗？按左肩吗？面上飘圈，面上飘圈，哎，面上飘圈，有个飘嘛，我那个飘，哎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射击姿势的练习已经准备好，那教练现在来做一个射击示范给各位震撼一下，好不好？打中间上方那个固定靶给各位看。我准备喽。各位有看到吗？它有在摇晃，就代表我是准确的击中目标。坐得吗？坐得吗？可以吗？坐得冇啦，坐得啦。好啊，但是你在快速好啊。好了，哦，你来，我讲吴卓医生，加油加油，吴卓医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就是听到枪声会兴奋，就日前做饼嗰種嘅感覺，上靶場嘅感覺都將來嘅感覺，既期待，又興奮，跟特別動兵來回憶，興奮就是說哇，或許我沒有在這種機會，沒有在這種機會了。打中間上面那個，來，預備好了沒？好，來，加油，加油！打高了，加油！打到底，有沒有？有打中了，兩發中一發，自己字，搖到，有沒有 ？OK， 有擊中目標。12小時，加油，加油！命中目標。哦，有擊中，再來。哦，加油！對，兩發都擊中了。那接下來我們要打飛行靶嘍，哦，最難的哦。好，所以接下來就是教練等一下先示範兩發給各位看一下。我們看一下靶，準備嘍，放，有沒有看到？直線飛行，那速度很快哦。好。哦呦，好。哦 ，OK 嗎？不 OK。你 OK， 我們不 OK。當然沒問題哦。好，這個有問題也多，問題多。不會，只要你們要記住剛才我跟你們講解，把它記住，照着我說的去做。OK。基本上一定100%中。好了 ，OK 嗎？再來，吳卓醫生有沒有信心？有。來，那我們準備了。準備好了沒？好，放，漂亮，有沒有？再一次，好厲害啊！放，好，打高了，對不對？打高了。來，我們推保險。OK，好，放，太快了，慢一點，慢一點，對，再慢一點，放，一樣，太快了，對，太快了。太快了，不会太假，你又打太假。对，没错。放，一样，再架好枪，再次，放，一样，都打到左边去了。不是，讨论啊，讨论，八个问题，问题太多。我们都是太早打了，记住，刚才教练有说。我们飞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去瞄它。你们的缺点都是，一看到靶飞出去就想要开枪了。这一把难度非常高，就是说我们的感觉完全感觉摸转来还没回来。瞄準唔好講千難，不過你呼吸、你的透氣啊，一聽到動順，全身啊放鬆。你一喊啱啱嘅時候，就打唔好。練習嘅飛靶嚟講，最大問題係講從一邊打，心唔好停，心唔好停，緊要瞄準嘅時間是冇辦法講專心打落去。한個繞你冇按好是冇按繞嚟繞去。打靶過程中要學到係乜嘅？第一，定力，專注，體上，你的視力要很。瞄準目標，
不可以漂移。但是大概期待的是个人去走来走去，鼓手人大概是也空了，一定要不用轻松的打。哎，打鸡蛋，这是没问题，有信心，没问题。三位大哥实时训练，相互加油，都是想要有最好的表现。無論係運動健身，也係約束好愛再過來練打飛拍，而能都係為到愛贏一場雌雄50挑戰過嘅大切壇比賽。神气哦了。对啊，哦，内湾鸡蛋饺子了不呀？哦，了不，哦，这了不呀？神气哦。哎，好高。来。哎呦，中了。多，神气哦，这边哈，大片嘛，哎呀，哇，吴老师的大片哈，哇，半张哈，大片哈，哎呀，哦，难得哦，这个哈。哎呀，不错，挺难得咯，马哥，难得了，第一次体验哦，哎呀，冇大高嘿，第一拜哈，冇大高啊，按拳的，我知道个，马哥，按拳的，打是低，唔怕，你打是比打老师不？喂啊，手力的问题一定如啦，哦，像我哋腳趾頭唔係真好嘛，係大概個命球打太多，所以腳趾頭冇真好，所以我比較煩惱嘅事情就講，萬一開落去，也係愛企起來，也係愛爬，也各方面係可能會較擔心到嘅。班長都是有他太太嘅，我這個都是被人打到。那個林大哥呢，他以前在鋪區裏邊都去做班長，而基本上嘅訓練可能比我老劉太科下內行到嘅。我冇擔心佢啦，我擔心班長。甜是唔係甜啊，不過是平常也冇人認同係老嚟，唔怕像就算嚇腳位粗俾人就而家腳位啲酸難嘢呢，不過做得大嘿嘿。我比較擔心的是班長，因為他或許會比較動作會緩慢一點，是那。石安老師呢，我比較擔心他的膝蓋，他膝蓋是稍微有點不方便。哎，走，玉龍小姐，按坐。咩退拜來呵？頭一拜來了嘿，跳下嚟。哦，對，很好奇哦。等一下要準備作戰哦。啊，準備作戰啦，志同作戰。會教以前路線帶大家來見教練。哦，教練好。不過我們要先問教練，就是我們打雞蛋有什麼條件？我們有沒有符合？条件的话，第一个身体健康就可以下去打。哦，沒問題。第二個不怕痛，第三個不怕熱就可以。哦，是算是一個激烈的運動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因為我3個都不好。雖然也得泰國如自信滿滿，做上迷彩上褲，韓國係威風凜凜。其實一片的經驗是菜過讓人，大家皮身太汗，海外貴手撒下來嘅沙結上皮演練，而能唔知哪一項目會特色啲冇呢？报数1、2、3、5913大队，运到4言，10到4言，报完毕。敬礼，兵，小心。好，想必你们已经准备好要下场打鸡蛋了。等一下拿到枪的时候啊，枪口朝下，然后手不要放在扳机里面。谢谢。好，枪口朝下。好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们进场。走，请准。
哎，你看你比某枪作弊呢没？行路不要行，生气哦。人都唔會啊，佢難咧，睇過人更加拿到葱誒，啊要做嘅，一個拳法，要感覺衝佢都做餅，做餅嘅時候，你正站，现在我要教你们，等一下在对战的时候要怎么躲，要怎么对战，要怎么打。好，假设这个是掩蔽物，是，等一下你们自己找到自己一个适合的掩蔽物，然后躲在掩蔽物的后面，要注意你的四周，看到敌人出现的时候，赶快出来，自己掩护自己，啪，打几下，赶快出来。好，来，3位有当过兵的，去找一颗你们喜欢的掩蔽物，躲起来给我看看。哎，我比較需要躲啊，来，你也去，来，所以我假装我是敌人，你们要打我，要怎么攻击？好，假装我是敌人，我会移动。请注意，最后方的看得到前面的敌人，要指挥一下你的队员帮忙怎么打。教練，我在那邊躲得很好，我是不用走。当然要移动，对，敌人会移动。跑，来，全部换位置。对，你怎么这3点钟方向前面，开始射击。董事頭講3點鐘方向啊，就3點喺那，要求還要掩護，應該很快就死掉了。應該我們換位置的時候，姿勢要低啦，不能太高。好，现在枪里没有子弹，假装我是敌人，我会移动，开始攻击，我要移动了。来，队友可以帮忙掩护。哦，有像，有这样子就可以这样。你们要找掩护，厲害哦，好的味道哦。对啊。站位置，青龙要3点钟方向，来，敌人来了，往前，不要背对，看敌人在哪里。10号老师服务前进，往前找掩护躲好，在哪里？来，要不断移动你的位置吗？来，躲着，出来。也就泰國先前法案按到時間應準備短暫唔驚挑戰，也是這個愛已經開到黑管呢。唔過看人能夠從高度猛衝呢，從軍訓上使用嘅點出各種戰術，臨時就會比賽嘅切談大戰，結果究竟運用呢？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到是我们的城市战场，你们都经过赛前的训练，应该都还有一点手感了哈。整身的装备啊，还有一套是防弹背心。我们这个场地的规则是只给女生耶，跟小孩子。目标。然后如果男士或者年长者想要的话，你们跟我说一声，我勉强给你们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要的？你懂面子。穿不下。报告教练，谁要面子？有男子气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好准备2类对战嘞，我们都会分一条线。哎呦，不让记住哦，不让你啊。能睇幾片，我哋睇一片，好唔好？好啊。對，我哋同我就該講愛了。不走一山大隊，不怕難，不怕死，不怕苦。把你前面一灘都保。我想講，我講法，我跟他講下，伊能路堂唔識，因為隊員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。按最後，唔怕，我能夠後生。哦，錯。唔過唔能有經驗嘞。馬上先打開帥哥，鎖定目標。哎，2分鐘把你殲滅。來，你還注意來了。他們要把我們殲滅。我操！我哋唔驚。我哋頭嗰連用對象嘅對面啊，嗬，啊，你對面係乜嘅？國家棟梁。哎呦，傻屁哦，講傻屁哦。對啊，一次滷味棟梁。我吃唔低哦。我哋咧，因為我們有不同國家，嗰種我哋都香港聯合國。香港聯合國。等下我都該講嘅啦。我哋我哋咩冇得講，其實我心裡還蠻害怕的，你會害怕嗎？有啊。好，我們轉移目標，不要對他，我們對他，笑他。OK 好。笑你。哎，你對面係國家棟梁。香港聯合國。哎呦。好，作戰官，作戰計劃指示。誰打中間，誰打右，誰打左。請作戰官明示，作戰計劃。那你真大，那他大懂哦。我们就是直接分开了，就这样。你右，我左。好，那我中间。好，在中间。那你重锁定目標。完全锁定啊！那地方2個有玩過，年輕的。年輕2個玩了。是一樣勾100。那我們先攻哪一個？攻100。哪一個？
一百，好。那我们就是想办法 OK，护自己吗？哦，就是看到人就打，好的然后真的吗？我们要攻到对方那边去吗？来，六位，取下枪套，开保险，预备，来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找掩护躲好，找掩护躲好。敌人就可以开枪哦！加油加油！对，找掩护找掩护！慢慢的，要找掩护哦！找掩护！右一右右右！高一点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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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往前往前！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把敌人击退，把敌人击退！注意哦！左方有一个敌人，有看到吗？往右边小心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我在左边。还要移动位置。好强！大家小心没有？刚刚去打到头墙了，等一下，送员在不让你们。我要先找到头墙，快下，已经找到头墙了。往前前进，起来，左边往前前进。班长跟上。太厉害耶！哦，难怪12分钟。俺能快冲过走路抹虫子的呢，我们就乱打一通。端正而有周饼有茶。他没有子弹，他没有子弹，给我守着。看一下我有没有打到几个国家栋梁。他知道他没子弹，我躲在这边的是哪一位？刚攻到这边来。对，两个啊，我就守住你两个啊。哦，班长比较猛，转个身。班长好，都是你的牺牲，我们才赢得胜利。好，来，我要宣布一下总分数。好，我们黑色面罩队打中绿色面罩队的分数是20分，给自己跟敌人掌声一下。好，绿色面罩队打中黑色面罩队的分数是24分。好，来，所以获胜的是我们的国家栋梁队。好，这是一个比赛游戏，来，我们两队还是一下握手，大家还是朋友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那赢的有奖励，输的就有惩罚。哦，现在要进行我们的惩罚，就是打山猪。打山猪是什么？打山猪就是输的那一队要扮演山猪的角色，被打，赢的当猎人射山猪。山猪预备。太残忍了啦！俩打气弹，3日組，亦天到合作啊！我兩位泰國劉泰國、林泰國嘅助肉攻擊，我就打旁邊。心情是吗？非常兴奋，还在激动中。这个激动呢是从来没有过的，还想继续。成功，成功。活到60幾歲還有這種經驗，非常難得。那感覺非常成功。
表现老人家吼表现当好，所以希望係咪有機會人哋做過來，請嘅當好，讚，做好一件事情就會懂歡喜。国家共良队，前进！